大家好，我係萬姐姐。如果有人同你哋講，我真正身份係乾隆，因為食咗長生不老藥，所以活到而家，就連我阿爺康熙帝都仲在生，你信唔信啊？喺2017年，深圳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咗一單詐騙案，一個男人自稱自己係乾隆帝，扮皇帝詐騙女富商200萬，咁都得？講嗰下唔笑先勁啊嘛！真係冇嘢係冇可能啊吓，我又充滿希望啦。阿呂富豪，你係咪聽錯啊？人哋真正身份係窿莊係嘛？條窿莊有同黨噶喎。我哋睇下呂富豪個背景先。呢個呂富豪係一個喺深圳出名嘅投資商人嚟噶喎。佢同佢老公一直做地產生意嘅，撈到盆滿缽滿，兩公婆白手興家。10幾年嚟揾咗唔少啊！咁喺2015年，呢個女人喺某一個商業酒會就識咗個叫做萬建文嘅投資商人，咁啱都係行家喎，乜唔係同行如敵國嘅咩？嗬？呢個萬建文喺佢個朋友圈都聽過呢個女人嘅名㗎喎。萬建文就係窿莊嘅同黨啦。呢條友仔就扯住條陰莖旗號嚟主動同呢個女人搭訕，喺度久仰大名，佩佩服服，陰陰勁勁咁喺度講，條友仲話自己係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集團嘅門生啊，同內地、外地好多投資巨頭有緊密嘅生意來往喎。講到自己如何如何長江黃河，個女人落答啦，兩個就越傾越爽，仲交換埋聯絡。條友佢係點樣昆掂個呂富豪嘅呢？除咗靠吹之外，當然唔少得畫大餅啦。日日打電話留短信問候，就係為咗要呢一個有名嘅呂富豪做合夥人啊！我問你，如果有條友日日打電話俾你 send 短信問候你，你會點？如果係我啊，我就一定會問候翻佢。阿呂富豪出嚟撈咗咁耐，點會咁容易相信人啊？佢係經過觀察，發覺條友都幾有料喎，專業知識都好掂啊！於是就落搭同條友合作開公司。呢個呂富豪一嘢就掉咗5000個出嚟，成立咗一間基金有限公司做股東啊！呢個女人果然實力雄厚啊！一般公司都會將全部錢用嚟做中轉資金維持業務鏈嘅，好少老細好似佢咁樣一嘢掉咁多錢出嚟嘅。呢個萬建文就梗係鬆毛鬆翼啦，仲吹到公司一定會賺大錢嘅。個呂富豪出於相信合夥人嘅理由，就將成間公司放晒手俾呢個萬建文打理啦。條友真係喺1年裏邊揾咗一球嘢喎。呂富豪冇諗過公司會咁快有錢賺啊，咁所以對佢更加信任啦。不過呢啲咩公司管理揾唔揾到錢，通通都唔係呢個姓萬想要嘅嘢啊。雖然公司揾到錢，但係要揾大錢，仲係要擴大投資範圍。就係咁，姓萬嘅就昆個呂富豪擴大投資去到銀行、半導體同新能源汽車。呢個姓萬嘅的確係有啲生意頭腦啊，非常自信，又話金融產業時代係要錢揾錢嘅。喺2016年某一日，佢同呂富豪傾完公司上嘅業務之後，就傾多兩句，渣渣地地咁樣話，古董都投資得過喎。其實佢喺度套緊呂富豪對古董有冇興趣啊？其實個呂富豪都知㗎，每次投資都係姓萬嘅提出，再一步一步落實。既然佢開得口，肯定佢就係想咁做。佢作為合夥人，呂富豪肯定要支持啦。一聽到呂富豪有興趣，姓萬呢條友就喳喳冧咁樣帶阿呂富豪去到古董店喎。古董店老細就姓劉，叫做乾真，60零歲啦，就係之前講嗰個窿莊啊。呂富豪覺得佢個樣睇落都幾慈善樣喎。咁喺姓萬呢條友嘅介紹之下，又吹完一大堆天花龍鳳之後，呢條窿莊就開始介紹佢啲所謂古董啦。對於古董嚟講，呂富豪識條鐵咩？咪就係聽窿莊一味喺度吹咯。話題越講越深入，條窿莊就喺保險櫃度攞咗個密封好嘅袋俾呂富豪睇，袋裏邊有一個細細嘅玉牌，仲有一沓文件。條窿莊就話啦，呢一塊玉牌係嚟自宮廷嘅，絕對唔係嚟自豬肉檔。呢句我講嘅。
呢塊玉牌細細塊，有晒鑑定文件，價值100萬啊！女富豪好中意喎，細細塊就成球嘢啦。女富豪睇過鑑定書同嗰幾張紙，而呢條窿莊講嘅嘢都對得上喎。咁啊，女富豪就相信佢係古董專家啦。再加上古董店咁多玉器，對於古董佢識條鐵嚟講，係咪真係咁容易相信㗎？奇怪嘅係佢咪有老公嘅咩？成單嘢都冇提過佢老公嘅，開公司大嗱嗱攞5000萬出嚟喎，唔係5000蚊喎，大佬。一係佢老公就好信佢，一係就冇眼睇佢，亦都有機會錢係佢自己嘅，點用又唔使同老公交代，又有嗰個姓萬嘅做擔保，女富豪更加相信嗰條窿莊啦。呢個女富豪居然想入窿莊股喎，想喺古董呢一方面揾一大筆，咁就梗係瀨晒嘢啦。嚟到呢度，乾隆都應該差唔多出場咯啩。咁嘅情況之下，佢同窿莊識咗幾個月，佢就成日走去古董店同阿窿莊研究古董啲知識喎，信到不得了啊！不過每次問到佢實際財產情況，條窿莊梗係唔答噶喎。直到有一日，條窿莊古古惑惑咁樣拉個女富豪入一間屋裏邊喎，細細聲咁樣同佢講：我有個天大嘅秘密要話你知啊！其實我真正身份係清朝嘅乾隆帝啊，而家已經300幾歲噶啦。聽完之後，女富豪都未傻得晒。佢話乾隆唔係死咗幾百年噶啦咩？一早就漚皇嚟啦。講完佢就係咁咔咔聲咁樣大笑。哇，大佬你咁樣講好難唔笑噶喎，啱唔啱啊？無端端有條友走埋嚟同你講，其實我真正身份係乾隆帝。我睇到呢單嘢嗰陣啊，我走去同阿老爺講啊，其實我真正身份係乾隆帝。老爺都笑出嚟啦，成扎口水噴咗過嚟我度添啊！如果真係有人咁樣同我講，我一定會答佢啱啦，我係呂四娘，我睇你點死啊？仲唔係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咋？咪齊齊送去青山咯，係咪咁講啊？好，我今日開始就叫四娘。跟住嗰個女富豪笑完之後就問條窿莊：咁你點樣生存到而家？條窿莊話：我食咗長生不老藥啊！實不相瞞，我阿爺康熙帝同幾個子孫都仲在世嘅。你唔信啊？咁阿窿莊講完之後，就喺個袋度滲咗本戶口簿出嚟，俾個女富豪睇。戶口簿個名叫劉乾隆喎，就唔係興隆嗰個龍，係土字邊做一條龍嗰個龍。咁當然女富豪都係唔信啦。條窿莊再滲咗隻翡翠白菜出嚟喎。嗰嚿嘢睇落晶瑩剔透，好似好值錢咁。雖然女富豪唔係好識，但係翡翠白菜必須靠綠、白、黃3種天然玉料，再經過精心嘅雕刻，先可以做出渾然天成嘅翡翠。呢下女富豪俾窿莊大到啦，佢對窿莊講嘅嘢深信不疑啊。後嚟佢兩個來往得就更加密。有一次佢哋3個食飯，大家都飲咗啲酒啊。呢條窿莊就趁機會詐詐諦諦咁樣講自己有幾難，有幾咁難做人。阿窿莊話俾女富豪知啊，其實大清財產喺佢手上，因為時代變啊，呢啲不明來歷嘅錢係冇辦法轉翻去內地嘅，佢唯有將呢一筆差唔多3億嘅資產擺喺香港，而家就係想揾人幫佢將呢一筆錢合法咁樣轉翻嚟內地，成事嘅話一定重酬。個女富豪聽完之後都唔知係飲大咗啊定係蠢，諗都唔諗就應承咗條窿莊喎。跟住冇幾耐，條窿莊就話要73萬喺香港開個大額戶口做藉口嚟到問女富豪攞錢，就話錢到位之後就會俾5億美金嘅工資卡俾女富豪。女富豪聽完直接就轉錢俾窿莊。呢條咁嘅窿莊之後斷斷續續揾唔同嘅理由問女富豪攞錢，真係閒閒地100幾十萬咁攞啊！女富豪有懷疑過㗎，但係又敵唔過窿莊嘅誠意喎。窿莊為咗表示誠意，將個翡翠白菜擺喺女富豪度做抵押。阿女富豪就唔係幾好意思收佢啊，於是就用150萬同阿窿莊買咗個翡翠白菜。呢個女富豪越踩越深啊！而且屋企啲錢不翼而飛，女富豪老公發現呢單嘢好似唔係好對路喎，就走去報咗警。老公終於出現啦，對老公嘅懷疑，女富豪唔係好相信，但係查案警員一聽之下就話呢一單係騙案。
最後深圳警方立案調查，就將呢個嫌疑犯劉乾真呢條窿莊啊緝拿歸案。條窿莊就梗係唔蝕底啦，將個傭爆開佢，仲爆埋姓萬嗰個先至係主謀。根據阿窿莊交代，佢同萬建文係喺2015年11月度相識嘅。第一次見面，呢個姓萬嘅就同阿窿莊講，佢係布衣天子。佢聽到佢咁樣介紹自己，佢就知道啦，佢兩個根本就係同路人。後嚟兩個就成日研究點樣去呃人。喺呃呢個女富豪之前，已經呃咗幾個人噶啦。自從姓萬嗰個識咗呢個女富豪之後，就知道呢個女富豪係一條肥魚啊，先同窿莊一齊搞呢一個騙局。肥魚、水魚係嘛？女富豪知道身邊呢兩條友係詐騙犯之後，嬲到把幾兩把火啊！要呢兩條友呃佢嗰啲錢立即歸還，咁梗係冇啦。財到光棍手，一去仲有得回頭咩？冇噶啦，定律嚟噶嘛。最終喺2017年7月19號，深圳中級法院判窿莊詐騙罪成，判處10年有期徒刑，罰款10萬；而萬建文判15年有期徒刑，罰款50萬。你聽下，咁嘅騙案都有嘅。我啊覺得個女富豪警覺性唔夠高啦。一開始姓萬嗰條友夠膽死話自己係索羅斯集團門生喎，真係夠膽講就有人信喎。個女富豪行得出嚟做咁大生意，都應該見唔少人啩。主動行埋嚟陰敬你，你唔覺得有問題嘅咩？嗱，第一，點解要陰敬你先？得你一個白手興家啊？第二，喺呢啲咁嘅場合，爾虞我詐嘅地方，為咩要話俾你聽佢自己係乜水先？底牌仲要係索羅斯集團門生喎，你聽到都走啦！呢條咁出名嘅大鱷，咪就係專食你哋當點心㗎咯！喺你面前都響晒朵啦，你仲中個頭埋去？一係有隱瞞，有啲嘢未講。報道咪話嗰個姓萬嘅係有料到，喺1年內真係揾咗一球嘅。我睇呢一球嘢係佢自己掉出嚟嘅，賬面數係100啊。如果分都係分50啫，因為有50係佢自己噶嘛。如果唔分嘅話，擺喺公司做營運，根本就係得個睇字，啱啱先？就算分啊，條友分分鐘轉頭就攞翻啦，隨時唔止呢個數啊，啱啱先啊？條窿莊嗰度啊，仲離譜，係咪啊？擺明所有嘢有機會做出嚟噶，都可以講兩嘢就信喎。如果你真係對古董有興趣啊，你可以揾人嚟鑑定佢個鑑定噶嘛，啱唔啱啊？唔係講話係就係噶嘛，大佬啊！你咁樣行出嚟撈嘢，你多多都唔夠屎啦！仲有啊，夠膽死！其實我真正身份係乾隆，我阿爺康熙帝同幾個子孫都在生。喂，大佬咁都信喎？咁你即係相信長生不老藥啦，係嘛？咁你有冇問佢邊度買？咁你最起碼都問佢邊間藥房買啊嘛？咁樣講嘢嘅人唔係老千就係癲㗎啦，有相信餘地咩？條窿莊話大清有3億資產喺香港，幫佢調翻嚟就俾5億美金你。呢條係咩數啊？我數唔叻，唔識計啊！但係睇字面上都有問題啦。唉，真係可能當局者迷啩，好奇怪。通常呢啲都有錢人相信㗎喎。好似嗰啲唔多正規嘅教派，吹到天花龍鳳嗰啲啊，都有紮大陀有信眾㗎喎。唔知係咪有錢人特別寂寞咧？嗬？又或者錢多到玩到冇嘢好玩啊？嚇！呢單嘢擺明係騙局嘅騙局，騙唔騙到你哋呢？你點睇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收聽文記士多，我哋下次再傾啊！